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3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伫今仔日增加3个本土病例，拢是华航防疫旅馆的员工。指挥官陈时中今表示，这是一件饭店群组感染事件。台北市警察局长和上山分局长、前分局长主动去到地检署，把手机交出来，因表示讲地检署比较靠公信力。以色列犹太教活动发生民众跋倒，引起众人向公逃走，算是大死人意外。新闻一开始，咱做伙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咧今仔日增加7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有4个境外，3个本土。这3个本土病例拢是华航防疫旅馆的员工。指挥官陈时中伫今仔表示，这是一件饭店群组感染事件，会感染敢是甲华航机师有关系咧，该做判断。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确诊病例行踪，也要提醒民众，若准有相关的接触史，一旦出现症头，就要赶紧去到指定的病院进行采检。华航机师染疫继续扩大，佫增加3名本土病例，拢是华航机师防疫旅馆诺富特饭店员工。1127个是本国籍20外岁女性，是饭店餐饮部员工。最近无出国史，这个月29下晡出现澳洲，伫集中检疫所检疫了后确诊。1128个是本国籍20外岁男性，是饭店帮扶部员工。最近也无出国史，29量体温发烧，送医采检了后确诊。1129是本国籍60外岁女性。是饭店帮扶部员工，最近无出国史，26出现小可咳嗽、甲喉后痛，经过采检了后确诊。诺富特饭店总共已经4位员工确诊。好，我们要检测相关的一些基因的序列，那能够让这情形能够更清楚。那确实这是一个饭店里面的一个群聚，因为有4个案例了。饭店第一个确诊员工1120也是诺富特饭店主管，目前当正伫家服病房插管治疗中。指挥中心公布伊的卡车为15到25，伊大部分是骑机车到机场接运，为沙田埔站甲机场旅馆站行路上班了后，各原路转去。另外1127个第2718捌去过法式点心、自助洗衫店、日式料理店等。1128第128捌坐公车到中立火车头，去过料理店。四海游龙这所在，提醒民众有相关接触史，若是有症状，请赶紧到指定医疗院所采检。到过这地方或搭乘同路线的，那这2天就自己到健康管理上要注意那有症状就来联系。因为华航机师已用100个被送去集中检疫所做14天隔离，严重冲击华航长途航线。华航宣布，为即日开始到5月15，取消洛杉矶6班来回、旧金山5班来回、温哥华7班来回，总共有12个来回航班，24个架次。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机场的防疫旅馆出现确诊病例，指挥中心也公布一寡确诊病例因所行大行踪，包括到桃园机场、中立火车头，甚至附近的店家，也拢开始进行大消毒。指挥中心按算对后礼拜开始，会针对着全台湾的防疫旅馆进行总体检。桃园市长郑文灿也公布桃园4大防疫规范，要来防止疫情搁再扩开。防疫人员换全套防护衣，搁挂手套加喙安。伫桃园罗湖德饭店紧急清空了后，即马要来开始进行环境大采检，因为截至目前，罗湖德员工已经累计有4个确诊案例。前天采大家都公共区域，大概公共区域。那昨天采就包括一些房间内，那尤其是已经有住过这个确诊的机师的房间，那当然都有采。桃园机场第2航空大楼也伫进前有接到通报，讲 B2 美食街好亲像有确诊的人员来这个所在消费，即马当咧进行清洁消毒，会一直到礼拜6早起11点才来开放。你们会不会觉得蛮担心的？我没有主张来这里，我就是今天才来啊，也还好吧。到底罗湖德真侪位确诊者的卡架一来一个公布了后，桃园环保局的清洁大队也派出消毒车到中立火车站4周围真侪间餐厅、按摩店外口伫消毒，也引起众人的注意。这附近这一带应该就比较会少出没。因应着这件机场防疫旅馆员工确诊的事件，指挥中心决定要伫后礼拜开始进行防疫旅馆的总体检，以免这种代志搁再发生。最主要是要做教育训练，有感染的物品或是他的装备自己的装备的穿脱那还有实施这些清消的一个顺序。
好，那还有完了之后手部各方面的清洁，我们会请护理人员，好对这些员工做相关的一个训练跟检视。通市长李文灿伫参加市政总咨询的时阵，也公布通园4大防疫规范，包括8大室内场所爱严格执行强制挂喙罨、室内落实实验制、量体温、酒精手部消毒。国内母亲节因为活动较济，呼吁各单位延期办理。若做无法度延期，就要遵守着单一场、单一厝室内500人、户外1000人的规范。市民一定要会记得维持社交距离。我刚刚所宣布的是这个第一阶段，社区防疫等级提高。假设疫情有进一步的这个发展，风险有提高，那我们会再来考虑第2阶段的这个防疫等级的提升。林文灿表示，每一个个案拢有进行疫调追踪，亲像母厅确诊阿伯的这个个案1112，第1轮疫调已经完成，再加上第2轮更新的数字，有将近200多人会进行隔离。若做第3轮疫调，也有需要增加隔离的人，该增加就会增加。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疫情也未完全稳定，若准乱传乱讲疫情相关的假消息，政府是绝对无领情。伫咧台南，就一个高中生伫今年2月，伊一个 Facebook 的社团顶头乱传讲开学节是延到3月初1的假消息，出去互警方依照着违反社依法移送法办，也该罚2000块。另外，顶礼拜六有一个外国人伫咧居家检疫期间，煞逃走出去到屏东参加铁人3项的体育比赛，台北市卫生局也甲这个外国人罚30万。教育部为着防疫，2月初公告开学的日子，延后4天到2月22。无想到台南有一个高中生2月15，伫2个面册社团顶转传假消息，工作亲子中心通知开学的日子延到3月初1，互警方依照违反着社会法来上班。新市简义庭认为讲，高中生应该具备正常的知识能力，袂使讲唔知影只是转传，所以甲裁罚。台南地方法院新市简义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的规定予以裁罚新台币2000元。去年2月，原来有开学延后的假消息伫网络顶传，警方提醒散布这无经过证实的谣言，可能会互家己受罚。不过，唔那是散布假消息的方法，基检违规嘛是同款，而且罚更重。顶礼拜六入境要参加屏东3铁赛的高一德男性，居家检疫期未满，伊竟然第24透早5点外离开防疫旅馆，坐高铁去高雄。下晡1点外，伫3铁赛现场去互人发现，提早离开基检场所7点外钟的代价是30万。他在高雄，或者是说他在饭店，他大概都有戴这个口罩。违规之后呢，他对这整个事情也都是一个配合的态度所以呢，我们就是依照这个违规的时间呢来裁定的。高一德男士互人强制送到集中检疫所，28台北市卫生局也请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协助，早无线国外信用卡录卡机，要求伊爱缴清罚金才会当离境。当场有说他会遵守我们台湾的防疫规定，那会待到期满再离开我们台湾。那也有表示说他这次来台有带2张信用卡。那愿意当场刷卡缴费。目前是专门共同对抗新冠肺炎的时阵，各主管机关也提醒民众一定要遵守防疫的相关规定，唔通随便转传无经过查证的消息，以免害人害己。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发生伫咧台北市乌3人乱警察局的风波，警政署长江家钦提告要求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要把手机交出来做调查。今下晡2点，陈家昌和上山分局前分局长林志成，伊是主动去到地检署把手机交出来。陈家昌表示，无交予刑事局是因为地检署比较较有公信力，而且台北市长郭文迪也认为讲，这个警政署的做法是无成审判、无成审查就先来判刑啊。将来唔捌有即个咧，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甲上山分局前分局长林志成2个人，30下晡2点到顶到地检署说明，并且交出手机来自称。现今上山分局中仑派出所治乱是愈演愈烈。陈家昌指出，对伫台北市议会质询高调开记者会来说明，敢若警政署以往有真侪猜测，所以讲主动提出手机予检方查明。我身为警察的一份子我不要去为难刑事警察局我认为地检署这边比较具公信力我愿意这个交给他们鉴定出来的结果，我也是欣然接受。我认识各大帮派的带头的
说我是他的领导阶层的人，这司空见惯。哪一个人看过我跟张建英打麻将？请他勇敢的站出来，我们来对质，不要躲在键盘后面当小孬孬。穿乌衫的人走入去中仑派出所，一个社会案件演变成出警局的分队。伫陈家昌离到暗时召开记者会进前，警政署就要求查扣手机。台北市长郭文铁是真无认同，讲停事无正义。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警政署长在未经司法程序直接要求自己的属下台北市警察局长来调出手机、调阅通联记录，甚至是接受测谎，这是程序不正义。我们希望说这件事情还是尽快给他一个厘清了在厘清之后再去做一些人事的调动。也不要趁乱要安插自己的人，就这样。这一点我没有就哪一个人涉嫌怎么样去做指示，我不做这样的指示，我就是要把事实做清楚。是不是有顶处的战绩甲时间表？市局用讲会按照调查结果来处理。对着警界风波不断，监察院长但局强调爱自律自重。各个政党之间内部的事，由各个政党内部处理。当然，公共人物从事任何公共事务。自律自重，这个是必然、很基本的原则。上山分局事件，即阵这个司法调查停事，立警方处理过程，先是看涉包庇者行为，也引发监委，但警准蔡总义的关切，申请主动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台北市党部评委调集人赵应公的后生赵介佑，因为涉嫌毒品诈欺等案件去互收押禁见，甚至佫去互指控讲伊有误导背景、使用特权等等。赵应公今仔日出面针对后生所抓出来风波来讲回实例，也呼吁讲赶紧就要开除赵介佑的党籍。市党部主委吴怡龙表示，会依照党规，爱经过5月初3过后，甲所有流程走煞，才当正式改除名。我儿子跟我其实距离很大，我生得了儿孙，管不了儿心啦，这是一个为人父亲的悲痛。民进党台北市党部评委调集人赵永光头一面出来替伊的后生赵介佑一直行礼回实例，因为伊的后生牵涉到毒品诈欺这个案，互人收押禁见。佮互人讲有误导背景，好亲像伫境界有特权，这轮代志真侪残。赵永光也讲同话，呼吁司法严格处分，赶紧开除伊后生的党籍。昨天开那个临时执委会跟临时评委会，我就完全都回避，我只是有进去表达我的痛心，然后呼吁执委会尽速从严开除党籍，然后我就离席了。赵永光也反对外界质疑调假拢甲误导有关系。市党部主委吴怡龙是讲，会赶紧开除赵介佑的党籍，是因为听书才无立刻甲除名，也强调民进党无用稳任何甲误导有牵连。我们恨不得马上开除不适任的党员，包括这位赵姓党员。我再说一次，我也恨不得马上开除他。可是我们有我们的程序以及我们的角色跟我们的权限。因为民进党规定电动事人有3天，互人通知的权利，一定5月初3检完听书才会正式甲开除。记者综合报道。空军有一台 F-52战机，对去年10月29，伫咧台东志航基地起飞，无到几分钟就摔伫咧台东的外海，飞行官朱冠明也不幸来归往。这半年已经过去啊，今日暗头伫志航基地1.5公里远的海域，找到发生意外 F-52战机，目前也把这台战机护起来啊。对于画面当中，咱也看到这台发生事故 F-52战机，这台战机的运气高强，而且飞行机有一寡所在是受到损害，大部分的机身是正完整的，对案件的调查有真大帮助。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有一台公车今仔早起7点多经过台中清水家用高中的校门口，煞是去弄到一个16岁查某高中生。这个查某高中生送到病院了后，也是救无回来。公车司机出面驳回讲是档出问题才会发生意外，目前这个案件也正在调查当中。监视器的画面还原事发的经过，30岁起7点就读台中清水区家用高中的4张的高一女学生，坐公车到学校对面，准备甲同学斗阵过大路。而4年的司机所开的125公车，其实对学校门口的车坡直接冲落来。当时学生正伫过大路，看到情况唔对，赶紧闪。不过这4张的女同学未火闪，有是直接互公车给弄掉。
他是说他那个刹车刹不住，学生是有的人看得到，那个就没注意到，其他的都鸟兽散，赶快走开了。他有反应吗？小心哦，后面有车。有看到那个女学生吗？造成这个事故，县里面司机被带往警察局询问，对着外界询问拢不爱讲。离客运的业者下晡是到女学生太平的徛街去烧香致意，强调会负责到底。司机怎么没有过来？会过来，因为他现在在做笔录。你啊，这司机有到女学生因兜去烧香谢失礼，不过女学生的家属是非常的伤心，无法接受县长的女高中生亲像以往同款，甲学校上课，这阵却是永远无法回来。妹妹的身体被他压过2次，前轮后轮压2次，他车子才停下来。他是靠着妹妹的身体停车的呢。家属表示，查某囝就读飞机修护科1年级，平常时的成绩袂歹，也打算要出国学习。无想到，却是在平常时每天读册途中去遭无意外。警方讲，肇事司机的酒测值是0。伊向警方讲，当时经过这个前长的车坡的路段，动车敢若拢失去控制，当时车顶拢是人客，只好向前一直开落去。刹不住就撞上去这样子，因为公车上还有载有40至50名的学生，他是说他为了要保护车上学生。开始的原因甲司机的讲法，警方也会调查。离客运业者是经由声明表示，县里的司机平常时表现良好，也强调造成事故公车拢按时来保养，是认为也是其他因素，会配合检警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有一位陈小姐，真正去到电信行办代志，所以因为甲店家合约有一寡争议，陈小姐就用手机录影，所以引起店家不满。店家也叫警察来处理，陈小姐落尾去互带去派出所。不过伊也指控讲警察的行为太过超过，唔拿甲伊喷咸椒仔水，佮甲伊扣骹扣。警方也回应讲，一切是依法处理，并无违法。这个穿蓝色衫的查某人摕手机翕，警方伸手要解冻，无想讲2个人就当场发生第一遍的冲突。本来就是讲对方听可能配合，不过这个查某人伫咧店内洗一年了，又搁坐转去服务台，尾啊有搁较侪警察换过来要甲人带走，搁发生冲突。甲人压起哩顺路车了，警方还搁摕辣椒水才甲伊控制掉。甲人带转去派出所，不过规个过程，警方被指控执法过当。我那时候觉得他们根本是故意喷我辣椒水，然后他们把我抬到2楼，把我丢在地上，把我丢在地上，然后把我上脚铐。陈小姐真生气，这是警方滥用公权力。代志发生伫咧台北市永吉路电信行。陈小姐讲，迄当阵伫咧办退租，因为有合约的争议，所以录影采证。因过门市人员所报警，警察到现场也无公正处理，也搁强要甲压走。因过警方强调，一切行为拢合法。过程中，陈女持续的拉扯抗拒，所以我们同仁就用防护型喷雾器来施以，并上铐。那我们同仁的这个使用警戒的这个行为。经我们查处，过程合宜。警方讲，陈小姐迄当阵情绪真激动，加柜台霸占条价，还佫使用手机翕店内员工，影响店内正常营业，危害在场的消费者权益。安怎讲拢唔听，所以照社会法的规定多项调查。同时，而且台北地方法院北亚法院认定陈小姐违法是事实，裁定罚款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咱台湾这几天有落一寡雨，不过中南部却是可旱甲真严重。气象局表示，黄霜啊雨可能要等到5月中过后才会开始落雨，而且雨水量也袂讲介济。中南部欠水严重，什么时阵会当解决？气象局发布上新黄霜雨展望，预测今年黄霜雨季节5月到6月总雨量以偏少甲正常纪录较大。今年的春天呢？虽然说温度还是偏暖，但是降雨部分呢是极端的偏少啊，尤其从去年的年中到今年的春天，整个同期的雨量是极端的偏少啊。这个反声音的影响啊，逐渐的减弱，但是5月呢还是会受到它的影响，比较长时间少雨的这种情况，可能还是会影响到5月。气象局表示，今年春雨明显偏少，是因为2月到4月份的东北季风较强，南部水汽无够，造成春雨只有气候达的50%。尤其中部以北的极端少雨，雨质也创下近期上少的纪录，推测可能甲当时的反声音现象有关系。
展望今年黄山雨季的雨量，气象局也讲，虽然反声音现象已经明显减弱，不过可能造成顶一季春雨变少的异常宽流，依然可能维持到5月。所以要出现大规模继续性的落雨时间点，可能要到5月底。那从区域上来看呢，北部下雨的时间会比南部下雨的时间会来得早一点。就气候上来看呢，北部通常会在5月上旬左右就慢慢会有一些降雨出现的。那南部要比较大的雨呢，通常要等到中下旬啊，甚至还更往后延的这种情况。气象局预测未来一季台湾气温正常甲偏热。落雨方面，太平洋这一带落雨偏济，中国甲印度落雨也是偏济。台湾是落在偏少甲正常达中间，其中5月总雨量以偏少甲正常为主，6月是较大数，7月目前来看落雨正常的几率较悬。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地区是继续是咧施行限水措施，不过伫咧台中西屯的港北里，有一条正重要的水道水线路已经漏水了几落工啊，而且都无落来修理。自来水公司表示，要等到分区停水的迄时阵，才有法度处理。这条自来水管的外表看起来是已经真旧啊，毋但伫较芳的所在有水喷出来，水管下面也有自来水直直泄出来，当地民众看到拢感觉真无彩。缺水的时间哦，我想说每一滴水都很珍贵了。不看到这样漏，不停的漏，每天漏，就是太浪费了。在地店头家讲，即马佮当咧实施送水5天停2天的限水措施，逐礼拜都爱滴水备用，才有法度做生理。即马煞干那会当目睭金金看水，就安尼流稀塞。当地里长讲，24迄天就接到民众通报讲，这条自来水管出现漏水的情形，到达已经几6天无人来处理。即马佮烦恼车驶过桥的时阵造成震动，和水流甲佮较严重。这个整个看到水冒出来，对啊，整个水管都破掉了。是因为锈蚀的关系吗？应该是锈蚀的吧，这是上次已经来报修过一次了。自来水公司表示，这条水管负责供应西屯市区文心路、港港环路这带用水，因为是更港长期风吹日晒造成洗身，即马已经列入要替换的公线，若是要彻底修理，就要规个停水，恐惊影响到12万户。施工的话，因为要停水，所以我们决定在下周2哈，就甲区停水的时间呢，来施作。自来水公司表示，目前以减压的方式来避免水管搁别开。即马逐档也有编9至11个以上，要甲水管拢换做生压管，也当咧清点现有的旧水管。现此时嘛已经甲恢复供水时的水压降低，要来避免类似的状况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以色列30举行犹太教的高火节活动，所发生大死人意外。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上无有44个人死亡，150人受伤。初步判断应该是人定定有个人跋倒，别人就打到，而且是愈来愈侪人向公共，才会造成这款的意外。大电搜救人员紧急将受伤的人赶离开现场送医。以色列北部莫兰山30透早发生一件重大人伤大的意外，在犹太教庆典过火节的活动顶，因为人伤济，无细日烧杀，却造成严重死伤。以色列时报报道，至少已经造成44个人死亡，超过150人受伤。כן, הייתי שם ובתוך הדוח היה שם איזה דוח של 6,000-7,000 איש. לא היה מקום כמעט לזוז, ואנשים נפלו על הרצפה כמו... נפלו מאוד על הרצפה. 进前部分报道是讲，现场活动的看台规个倒塌，才造成死伤的意外。消息是真乱。尾仔根据警察的讲法，讲烧大事件的原因真有可能是现场伤过头客，再加上活动地点入口的所在真下阁惊，有人无细意伫楼梯跋倒，搁摔到边仔的人，才造成搁较侪人跋倒，就好亲像骨牌效应共款，大家烧大才造成伤亡。以色列时报报道，代志发生的时阵，现场估计有10万人。We were standing and waiting for our friends. We were gonna go inside for the dancing and stuff, and all of a sudden we saw paramedics from Madda and whatever running by, like mid CPR on kids, and then one after the other started coming out, ambulances. Then we understood like something's going on here.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这个事故是重大灾难，所有人拢为死伤者来祈福。以色列军方原来出动人力来协助医疗，也加搜救工作。这场国会节活动是以色列疫情以来第一场大型宗教集会，因为大规模注疫苗成果真明显，以色列确诊人数大大减少，防疫限制措施差不多已经全部解除。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讲到印度疫情实在是袂收煞，病院无法度继续来负担，医疗物资也真欠缺，甚至有病人被护送到病院就死亡的情形。连火葬场的木材也是烧到无够。就算讲这么严重，西面加拉省最后阶段投票选举，自告也是有权要照常举行。人口真济，西孟加拉省对总理莫迪的印度人民党 BJP 来讲是扩张势力版图的主战场之一。8阶段选举投票最后一步，估算会有840万合格选民去11000个投票所投票。政府官员强调做好防疫措施，虽按磅体温社交距离拢总负，按过前一天，当地新增加17207个新冠病毒确诊病例，77人死亡。专家烦恼，西孟加拉省会是一个疫情重灾区。印度全国新增病例各创新高，有386452件，总感染病例超过1870万例。卫生部30公布的一天死亡数字是3498人，总共死亡人数208330人，不过外界拢认为不只是安尼，实际情形偌济根本真歹估算。病院无分公司力，人是直通通，当病患者互人赶来赶去，有真侪人就死伫半路。It is very bad. It's beyond bad actually. It's not a crisis, it's a devastatingly bad situation. That's how I can describe it. It's reached a point where crisis is a very mild word for it. 雄雄整改尸体，互火葬场是志在未调。每一个火葬堆要用到300到400公斤的柴壳，真侪所在已经面临柴壳欠缺的问题。西部的苏拉特市火葬场不得已用无打的柴壳甲当作无废弃物燃汽油来处理尸体。印度陆军总司令纳拉瓦内29甲总理莫迪会面了后表示，开放所有军病院互患者使用，部队也协助进口上述管来运送。另外，当局以5月7日开始开放所有18岁以上大人注疫苗，到目前为止已经注1亿5000万剂。不过，中央甲地方卫生官员拢对外表示无充足疫苗，来做5月扩大疫苗注射计划。अभी वैक्सीन्स नहीं है, वैक्सीन्स के लिए हमने कंपनी से रिक्वेस्ट की है. अभी जैसी वैक्सीन आती है तो आपको बता. 莫迪政府希望全球40外个国家的医疗物资来救援。美国一架超级金河军用运输机30到新德里国际机场运来价值1亿美金的物资，有1000个上锁管啊，1500万片 N95 喙安，甲100万套病毒快筛组。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代替德鲁古自强号发生重大的死亡意外，为福部伫月初也启动善款口座，要成立捐款委员会。伫咧30下晡宣布讲，每一位罹难者家属会当领到1800万的扶助金，受伤民众会当领到20万至120万，其他旅客的心理抚慰金一人是5万块，上紧伫后礼拜就会开始拨钱啊。伫泰鲁5号事故发生了后，为福部启动赈灾专项，收到11亿1000万的善款。捐款委员会第30开第3摆临时会议，通过捐款运用计划，甲发放对象方式者的事项。在罹难者家属这边的扶助金，我们现在是通过的是一个人是1800万元。那这42位当中有2位就是极重度的部分，我们一人我们会发给1200万。会中通过罹难者家属扶助金是1800万，伤者扶助金是以外伤严重程度做基准，其当中伤者1200万，中度800万，门诊是20万。伫现场看到乘客心理抚慰金是5万，罹难者家属扶助金领对象会依照配偶、子女、爸母这顺序来领，伤者扶助金加心理抚慰金是由本人来领，罹难者家属扶助金进前1500万，即摆提悬到1800万，主要原因是甲教育资助金额有关系。
教育资助这边的人数虽然是同一个户籍，可是并不是这些罹难者或是重伤的小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目前在教育资助这边本来预估是要35人，那实际去了解一一去核对之后，目前掌握到的是4人。伫罹难者重度以上伤者，依然一个在学的重度以上伤者资助方面，会依照教育部基准办理教育资助金信托，因为人数为35人变做4人，金额也为1亿2千万减少做3000万。这将金额搁分配，会经由一户一社工模式，关键将善款拨入罹难者家属甲伤者指定户头，相信伫下礼拜就完成。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主计总处今公布第一季国内 GDP 的统计，因为出口表现赢过本地所预期的，加上民间消费量变大、投资变强，第一季经济成长率修改到8.16%，是2010年第4季以来上改悬的纪录，而且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会当超过5%。全球经济持续恢复，市场需求回温，外需也真强，再加上半导体这个产业优势，台湾出口成长表现良好。主计总处30公布第一季的国内生产贸易 GDP 概括统计，头一季的 GDP 比去年同期比起来，经济成长率预估达是8.16%，也比2月预测数增加1.96%，创下2010年第4季以来高点。在国内产能扩增的状况之下呢，美元计价的金额大增了24.58%，远远优于预期。另外，这一季的民间消费终结了连续4季的负成长，转为正成长。主计总处原本预估头一季出口单是918亿美金，不过财政部公布的头一季出口单比预测加出60多亿美金，显示出口的表现真好。再加上头一季的批发、零售这个产业的营业额有明显增加，国内消费明显回升，内外需增强斗煞，和头一季这个 GDP 表现真赞，也预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可望超过5%。特别是我们要考虑到说，相较于其他国家，我们的成长力道没那么大，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去年其实衰退的幅度也比其他国家来得小，还可以维持在今年跟其他国家差不多的表现，那就反映出其实台湾的表现确实是蛮亮眼。学者认为，甲去年第一季比较起来，因为疫情严重，致使到国际出口甲国内消费较软。台湾今年头一季的表现真赞，而且未来几季同款也会有真好的表现，也希望这个力量会当一直好到后年。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最近要求人力银行业者袂当替企业伫咧台湾找人过去中国，所有甲中国有关系工作机会，拢袂当上网络，违规者上当会当罚到500万。拍开找头路的网站，点算想要找工作地区，毋过找找到部分企业开出去中国的头路，毋过数量并不多，这是因为劳动部发函予人力银行，免协助企业伫台湾招募人员去中国食头路，还阁全面落实相关的工作。主动通知生产企业，他们先去下架的，将来补正作业规定之后才能够再开，从3700多个选700多个。希望政府部门资料是公开的，业者的这个需求的时候，或多少会核准的，那当然是可以。大陆职缺广告的部分原则都是禁止的。台湾企业经过投审会许可去投资大陆地区的这样子的一个大陆企业。在条件严格解释了后，只有投审会许可的台湾企业无受管制。另外，牵涉半导体、集体电路或者是 IC 这的关键产业，若是违规会加重处罚。不过，外界质疑，禁令可能会让企业无清楚标示外派地区，但招募了这个讲会引起争议。雇佣后内部调派的，我们不在我们这个管制范围。可是，如果你本来在征才广告跟你预定要使用的这个雇用的形态有差异的话，它也会受到不实广告的一个管理。劳动部强调，相关的规范无代表民众都袂当去中国工作，只是限制免刊招募广告。如果5月初5会邀集人力银行甲相关单位参详，搁进一步研究裁量基准这事项。记者综合报道。
全国大专运动会5月14到18伫咧成功大学举行，却因为伫咧咱国内发生着华航技术的疫情，搁再引起防疫的问题啊。成大校长苏慧晶表示，已经准备分3级的应变计划，保证比赛是照常举行。若准伫咧开幕前2天出现初步感染源的社区感染，就会改做禁止观众入场。环海盛会召集全台湾第台北记者会，吉祥物酷飞甲已经摕到东欧资格，乒乓混双世界第1的第2证林昕如来迎接。过40年，全台湾登去甲成功大学办理，学校选师一定爱如期办理。Plan A、B、C 的等级啊，那 Plan A 的部分当然是如常所有的这个室内馆所开放，同时即使是观众进入，它也是依这个国民身份证刷卡记录啊。那这个详细的流程都有跟疫情指挥中心做这个申请，也做核定。因应疫情既定赛顶级的应变计划，成大表示，逐工拢甲台南市卫生局监控疫情。那5月14开幕前2天爆发感染源无清楚的社区感染，就调整做闭门赛。开幕前3天，选手教练在判甲记者爱上网登录过去14天是毋是有居家隔离，或者是居家检疫。赛事期间经过赛主要就靠甲室内场馆有人民辨识体温量测站做记录，一般观众爱摕身份证入场。这2个大类去做统计，然后资料保存起来。那如果一旦有事情发生，我们就会寻找他的每一个人的足迹，那该提供给卫生局去做管理。目前有9间大专108位学生教职员，捌去过检疫技术去过清城市，上班到5月初3进前完成自主健康管理。离全台湾已经10多天，成大有关发文护者学校协助确认是毋是参加全台湾，若正是有，特别注意是毋是有出现发烧者症状，以防万一。记者综合报道。顶日发生伫台中有一个7岁囡仔上溜道课的时阵，去互教练和学长摔甲重伤。民间团体今仔日是召开记者会表示，全台湾有1900外个基本训练中心，有3000外个教练，因为背景训练囡仔的过程和机构敢有安全、敢有合法的，政府就要赶紧来监督，避免意外再发生。4月2日，台中一个7岁姓黄的查甫囡仔去道馆上柔道课，全副教练甲学长连续27摆，即阵脑压也未降到正常值，人又搁伫咧住院。人本教育基金会伫咧30国际无拍囡仔日即天开记者会，认为台中市柔道委员会无闭关，就互无教练证的好教练教囡仔。台中市政府运动局无监督也有责任。为什么一个柔道协会的理事长可以出来说这是个惯例，而不用管这个教练没有执照呢？他有极大的可能，他是在惩罚小孩。在过去有太多状况、太多事情都是以管教之名、以训练之名，是在惩罚跟体罚小孩。民间团体认为，负责监督国民体育法例主管单位体育署也有责任，包括发教练的执照等等的办法，处理无适任教练的机制，各级体育委员会残疾体系的责任归属，拢得爱定好清楚。一个好的运动选手，不见得是一个好的运动教练。因为一个教练的培养过程当中，刚才讲的是 A 级、B 级、C 级的培养过程，他都会有一些训练法、生理学、心理学的一个课题。特别法律上的角度，应该让主办这个活动的人，不管是学校、社团，还是其他，比如讲私人之间找的，拢爱让伊伫咧选啥人做教练，监督这个教练按怎执行训练，爱负上大的责任。另外2个去互好教练指示去共摔的小学甲学长，人本教育基金会表示，因也因为唔敢违背教练，心内自责也有创伤。而教育基金会也向监察院提出订正书，希望全台湾1900外的基本训练站、3000外的教练，因的资格、教育也阁有训练囡仔的机构安全性这部分，拢着爱清点放肆，避免遗憾搁再发生。记者民警郑派文台北报道。伫咧屏东万万有一个民众甲奇形怪状的布仔葫芦摕来雕刻佮画色，这几年以来也累积300多件作品。伫咧伊的工作室也请到真侪观光客来遮行搭，正好伫咧地头上变做真有特色景点。这看起来亲像是插的艺术作品，其实全部拢是刘国玲无师自通，用家己种还是厝边种的相关的布仔创作出来的。觉得他弃之可惜之下，就拿来做传承妈妈那种客家的萨满啊，叫签到淳朴的精神。我把它
化腐朽为神奇。 积沙成塔，一颗一颗慢慢的，甚至在外面结缘已经有40-50颗，甚至几百颗。经营柑仔店的刘国玲强调，创作是兴趣，唔但会当将厝内底无爱滴的布仔搁再利用，也会当帮助村内种布仔的人，同时嘛会当增加艺术气氛。大部分都自己，目前这些作品都是大部分自己在的。现在外面那一些切黑薄，已经木质化的作品，我跟阿婆。 他们因为我同情他们，他们那个10块20，我100块跟他们高价收购，但是在我手里100块可能会变成等等的无价之宝。刘国玲的作品当中，除了保留布仔自然造型，嘛会写着款式良缘，也是设计成奇景。师傅这边的葫芦哈，每一颗都是他呕心沥血，他的呕心沥血的作品，然后那真的是鬼斧神工、精雕细琢。对，那他很多，他上面都会写一些。 很有意义的字语，对哦，比如一些我们要敬仰老师啊，或者是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刘国玲强调，家己的目的唔是要卖，主要是要当作礼物送人，帮大家介意伊的作品，欢迎来办乱欣赏。在伊手中，种布仔袂变菜瓜，是变做美妙极艳的艺术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三地门乡公所，最近伫关注民文化馆。 举办一个台湾的囡仔七头米展览，内面有一寡家己开发的七头米仔，有影真趣味，咱做伙来看卖。我可以在这里帮孩子养。茶做的马椅，源自于风格竹仔台，各种竹仔做的七头米。屏东三地门安坡部落有东卫王国之称，经过15年，开发出800种的传统七头米。最近举办七头米的展览，除了会当欣赏台湾的艺术品，也会当体验感受原住民七头米的趣味性。我们很高兴安坡的童玩能够被发现。另外呢，我们公所的排湾族文物也非常的多，我们也借着这一次安坡童玩的策展，也呈现我们排湾族的文物展。安坡的铁头米仔利用山拿自然资源，伫生活内底超出无共款的趣味，每一项作品拢充满先人的智慧，甲部落族人的回忆。排湾族真的是很有情感的一个族群哦。 把生活里面当作是一个乐趣，食衣住行娱乐，其实都可以从里面找到童玩的乐趣，也可以创造出无上限的童玩。三地门乡公所表示，展览会到6月30，欢迎民众到店来，透过安坡的石头米仔，甲台湾的文物展览，互更较侪人看到文化的传承背后意义甲价值。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解决嘉义县流浪猫仔狗仔的问题，嘉义县伫咧山区的新港和海线铺子成立宠物认养推广示范公园。县政府也讲，宠物公园全台湾已经有40大，目前敢若嘉义县有提供认养的协助，希望透过对宠物友善的环境，提升宠物认养的成果。主人带家己的狗仔伫公园内底耍，这个专门替宠物打造的设施，边仔阁有网仔空调。 嘉义县用农委会补助，伫海区的铺子、甲山区的新港，拢设立宠物认养推广示范公园。这个部分它是一个起点，因为有这2个公园，未来的一些宠物的绝育的活动、动保的活动，都可以以这为基础，来跟大家、跟我们的县民一起来做一个努力。我觉得很棒啊！如果我觉得我住附近的话，就可以带狗来这边，因为平常都自己一个嘛，可以来跟其他的狗接触，也不错。这样，毛小孩有个地方可以运动。 还有不怕有车子。嘉义县伫咧较远的山区也是海区，有当时会传出流浪狗叫人发生意外，也是流浪猫狗受伤需要救援的消息。虽然透过相关单位的努力，近2档流浪猫狗的绝育量已经超过1万只。县政府表示要改进这个问题，民众的教育真重要。 这样的一个示范点呢，未来我们会举办相关的活动让我们的这个动保活动可以借由这个点的一个推广加强我们居民还有我们学生的一个动保教育的一个推广。嘉义县动物防治所为了要鼓励流浪动物的认养，推出真丰富的福利条件。今年到今嘛已经协助完成325只流浪动物的认养。 也毋过有发现真侪所在流浪猫狗是掠过以后又搁出现，怀疑可能是有人为别位再来坑，已经开始做调查，要来阻挡这款虐待动物的行为。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今仔日伫阳明交通大学的校园内面，雄雄出现40-50个穿高中的人，原来是学校最近正咧举办当代壁画文化特展，来参加的贵宾和学生拢是古早人的穿插。
陈先生擒贼先擒王。哪念诗哪射剑，随来还有一阵穿唐朝服装的人出现。这摆唐朝壁画文化特点，甲来自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收藏，以高画质输出图样，甲迄时阵皇家贵族的生活彰显在民众面头前。也把一些现在的科技元素能够穿越时空带到1000多年前的一个时空环境里边。除了展览内容，这摆佮特别设计，互民众体验画唐朝人物图，佮会使试穿古早装扮，活动实在真趣味。配合这次的展览，然后我们就穿了比较是盛唐啊、唐朝比较唐朝的风格，穿上就是自己很好看的汉服，一起来看展览，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就可以真正体验到，当一个画师他站在一个地方在画壁画的时候，或蹲或站或等于跪在那个地方画的时候，是多么样的辛苦。现场唔但有学生的创意，也看到真特别的展览，希望来参观的民众会使实际感受到唐朝盛世的多元社会。记者张君豪新潮报道。台语的学员语是充满智慧，不过上届可惜的就是少年辈是愈捌愈少啊。就一位补习班老师，甲伊所听过的学员语整理了后，出一本册，也希望讲充满生活智慧的学员语会当代代传。扫地扫壁角，洗面洗耳孔。比如讲，通常咱伫扫地时，咱拢是扫较大面积，然后较细节的所在，比如讲黑暗面，咱常常拢会无注意，无看到。用扫涂骹洗面，提醒大家做代志唔通只有表面功夫，就要注重细节内容。亲像这种为生活细事讲出大道理的台语学员，其实也有真多。有一位台南的补习班老师，就将伊自细汉到大捌听过学员整理出册。我细汉时吼，其实和阿公阿妈住做伙，细汉嘛听因讲真侪有关咱台语的一寡故事，吼，还有一寡俗语的部分，嘿，佮加上讲吼，我家己开补习班，对高中、国中、国小的囡仔拢有服务，真侪较少年的囡仔吼，其实因即马拢无啥会讲台语。咱人只要一工进步0.01吼，咱一当咱就会进步37倍。周朴伫教册过程发现，即马会晓讲台语的囡仔愈来愈少，所以希望用趣味的时间，互囡仔轻松接触学习台语。因为我是希望讲这本册会当推广互愈侪少年朋友因了解，所以伫内底第一个就是我有经一寡大家较有听过，吼第二部分就是嘛是爱有兼顾一寡咱较古早意义的一寡一寡俗语，吼，所以伫这个部分我嘛是希望讲会当以推广为主。周朴表示，这本册版税会全部捐予台南市政府文化局，要用来推广台语文学。同时，嘛要募集1000本的册，捐予台南市的高中加国中小，希望鼓励学生阅读传承台语。记者杨淑晴、张学水台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的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8度到33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31度，南部地区对20度到32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9度到28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